没想到你跟我搶男人，怎么可能呢？当初我也觉得不可能啊，但現在這個就是事實。顧西城他對你動了真心。從我進入顧家那天開始，你讓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做了。賀錦熙，你到底什麼時候把媽媽還給我？等你離開顧西城，我自然會把你媽還給你。我媽？她不是你媽媽嗎？她不是我媽。從她和賀振東離婚的那天起，她就不再是我媽媽了。當初她不要我，現在想我認她，怎麼可能？賀錦熙，離婚這件事你怎麼能怪媽媽呢？她當初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，你不知道是不是？爸爸那麼好賭，賭輸了就喝酒，喝多了就打媽媽，那種生活讓她怎麼忍得下去啊？忍不下去，她就離婚，就帶着你一走了之，把我留給賀振東。你知道這些年我是怎麼過來的？賀錦熙，你太自私了。那你知道這些年我跟媽媽是怎麼過來的吗？你跟那個女人怎麼過，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，因為這是你們自己的選擇。但是現在，是你搶了我的男人，霸佔了我的位置，是你欠我的。賀錦熙，如果不是因為媽媽，根本就不會站在這兒。你想要什麼，盡管拿回去好了，不稀罕。事情都已經處理好了，酒吧裡邊那幾個下三濫被猛力教訓了一頓，現在躺在醫院裡邊呢。你要是覺得不過癮，等他們出了院，我再替你教訓他們一遍，怎麼樣？不用了。那个酒吧誰開的？好像是吳東那小子吧？吳東？別人開酒吧，他也開酒吧。他那個酒吧什麼人都去，你跟他說一聲，讓他別開了，否則我對他不客氣。行。哎，西城啊，小嫂子看上去不是那種喜歡去酒吧的人呢，她怎麼會出現在那種地方？他最近有些心事，問他，他也不說。